现在是去公司看卖，你若带来遮。你是我的私人保镖兼助理，所以上重要的，你都要先熟悉阮厝的人啊。我即马就是要先带你来，你熟悉我的长孙啊。高长，你是讲小珍啊？对啊，虽然你甲小珍以前都熟悉，但是我嘛是要正式甲你介绍一摆啊，对无？好啦好啦，落车落车。啊，高长的，我。这样办代志，怪事。高长。哦，这样办代志，怪事。高长。黄以诚，你哪里家？哦，小珍啊，医生才讲我新聘请的私人保镖兼助手，我知影过去你有淡薄过节啦。但是也讲相信讲，医生吼绝对不是挑一个了了不着相，那是意外。啊，你是不是话讲一个民主，卖过改计啊？多谢小姐。安尼真好真好吼，啊以后好好相处。医生啊，啊你已经来啊？去经过所西装啊，以后上班穿得较体面，这算是我送你的见面礼。真是的啊！我原本该想讲，我去公司上班唔爱穿衫，来多谢总裁，我先来跟西装哈。好好，你去。我想讲，小段要我小郑过来边踅踅，啊，你问野先啊，提等去车顶。好啊，科长，那我先去车顶，啊，你有需要我，你再靠我好。啊，好。